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周三表示，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日本和美国不能袖手旁观，北京需要理解这一点。安倍晋三以视像形式在台湾智库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所组织的一个论坛上发言时指出，中国武力攻打台湾将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日本是美国主要军事基地的所在地，包括在南部的冲绳岛，离台湾只有很短的飞行距离。假若中国攻打台湾，日本美军基地将发挥重要作用。据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周二表示，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军备竞赛，竞相研发最致命的超高音速武器。北京和华盛顿正在建造和测试越来越多的下一代高速武器，中国一直非常积极地推进。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昨天会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外长时，吁请北约以三管齐下的下阻方案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约一直在讨论如何回应莫斯科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军事集结。俄罗斯周三表示，已下令在莫斯科3年以上的美国驻俄使馆人员在1月31日前返国，以报复美国限制俄罗斯外交人员工作任期的决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如果美国不放弃3年的规定并做出妥协，将有更多美国驻俄人员将离境，人数将与美国国务院要求离境的俄罗斯人数相当。军情6处负责人摩尔在提到英国面对的科技挑战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对手正向掌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合成生物学注入资金和野心，因为他们知道掌握了这些技术会让他们获得影响力。摩尔同时指出，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国际恐怖主义是英国情报机构在不稳定世界中面临的4大安全议题。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周一表示，人脸识别技术公司可能在大量英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了他们的图像，该公司为此可能面临1700万英镑的罚款。英国与澳大利亚展开了一项调查，调查该公司的面部识别技术是如何使用人们的数据的。欧盟成员国的大使们上周同意延长对4名中国官员和1个中国实体的制裁，这一决定预计下个月将被正式采纳，使2020年12月签署的中欧投资协议陷入困境。这4名中国官员和1个中国实体是在今年3月因涉嫌参与了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穆斯林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破坏，被列入欧盟的制裁名单。